礼拜即将开始，请将你的手机关成震动或飞行模式，然后请大家准备心来迎接接下来的敬拜赞美。请大家尽快入座，往前坐，谢谢。黑暗战斗，山震动。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家，神给我们的家，在这里相聚集。你看一下旁边的人啊，然后你要祝福他，你跟他说：今天的敬拜充满神的能力。今天的敬拜充满神的能力。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在导读，现在是在哪一个经卷里面？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呢？法老要不要让以色列百姓出去敬拜神，到山上敬拜神？法老他有没有同意？到最后他才同意，对不对？那前面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告诉法老，容我的百姓去山上侍奉我，敬拜我。”但是法老他是喜欢骗人的，他说啊，好了，你去，只要把我们国家的灾难消除，就让你去。但是呢，灾难消除了之后呢，法老呢他又后悔了，他说不行，你们不能去。哇，所以呢，一次两次，以色列百姓都不能够到山上去敬拜神，一直到最后，他的灾难更大的灾难来的时候。摩西再一次的跟法老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到山上来侍奉我们的耶和华。”法老他怕了，他就说：“那谁去啊？”他说：“那你们的成人去就可以了，妇女小孩都留下来。”摩西说：“不，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包括妇人、小孩都要上山敬拜耶和华。”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属耶和华的，包括我们还要带羊、带牛、小羊羔，我们要带到山上去献祭物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拦阻？是不是有法老的声音在你的里面跟你说不要去，不要去，你很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家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处理？哇，法老的声音藏在我们的耳边，跟我们说你不要去，不要去。我们时常也是这样。然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敬拜神，神他就悦纳我们的敬拜。阿们吗？阿们。因为这是神为我们所设定的定律，在我们当中。大家请起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看到青少年楼上有儿童，他们在那里敬拜。我们是累代敬拜神，就像摩西所说的，我们所有的百姓，不管老的少的小孩，都要一起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这光景，就是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将我们的手举起。首先我们要来欢迎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
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哈利路亚。我们的心全然的献给神。我们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来跟旁边人跟他说，用歌声舞蹈献祭给神。用歌声舞蹈献祭。好，我们一同跳起来。阿们。哈利路亚。靠着我们的神，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阿们。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他。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无心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无心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安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跟旁边人说，一起来跳舞赞美神。来跳舞赞美神。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无心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我要得胜的是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是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是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是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是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是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是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是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
我的神的宣告，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们将最大的挑战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可以为我们成就一切，因为在他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让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凭着信心来呼求他的名。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
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现在就设立在这里。那我们现在邀请大家继续的能够来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敬拜他。我们不只要风闻有你，我们今天也要亲眼见到我们的耶稣。如果可以的话，我邀请大家可以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敬拜他。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重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敬拜
拜的时候，神就使我们的仇敌成为我们的脚凳。阿们。神就使仇敌成为我们的脚凳，就是疾病的灵要成为我们的脚凳，家庭的问题、财富的问题都要成为我们的脚凳。阿们。也就是神耶稣基督要为你得胜一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充满了从神来的权柄和能力。阿们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踏在这块土地上，台湾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尔摩沙。我们如果没有国，就没有家。我们知道，在台湾现在面对整个的两岸的问题，我们的台湾，我们这个土地，甚至是我们的家，都岌岌可危。因此，在台湾的众教会的牧者一同发起了一个为台湾安全来祷告的凯达格兰大道的祷告大会。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台湾来祷告，因为台湾有平安，我们的家才能有平安。不仅台湾要享有平安，台湾更享有神给台湾的命定，就是有关于末世的命定。台湾要成为这个行列当中的一个先锋，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来为台湾祷告。为台湾祷告，就是为教会祷告，就是为你的家祷告。阿们吗？我们人的能力有限，但是在神无所不能。阿们。现在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要来宣告，我们为台湾的得胜来宣告，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用你开口，用你祷告，用你祷告的宣告，我们来开口来宣告。哈利路亚！开口，我们说：耶和华你必保守台湾，耶和华你必祝福台湾，耶和华你必看顾台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记得拉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现在跟牧师来为台湾来做得胜的宣告。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哈利路亚！当牧师说的时候，我们也一起说。我们要来宣告：耶和华，你是台湾的神；耶和华，你是台湾的神；台湾是圣灵的岛屿；台湾是圣灵的岛屿。我们的百姓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百姓属乎耶和华。我们要离弃偶像的崇拜，我们要离弃偶像的崇拜。我们全地都要敬拜耶稣基督，我们全地都要敬拜耶稣基督。我的家也要归于耶稣基督，我的家也要归于耶稣基督。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台湾之主，基督是台湾之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要为台湾的安全来祷告。我们现在要来 RPG， 我们两个人来 RPG， 把你里面神存放在你里面的那个渴慕平安、渴慕安全，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带下了那应许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开始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看顾我们台湾，看顾我们所有的教会，看顾我们的家，看顾我们的下一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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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出去到山上来敬拜我。”法老一再的后悔，一再的阻拦。然而他问说：“你们要去山上敬拜，你要带谁去啊？”他说：“你只要带成人去就好了，妇女跟孩子们都留下来，不准去山上敬拜。”摩西跟他说：“我的神说，全部都要到山上去，没有一个留下来的。你要容我们去。”然而法老不断的在出尔反尔来拦阻他。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一下，在这里敬拜的是不是有老中青少？有没有？是，这正是神要的。我们的家，你的下一代也一样，都要带来山上。山上就是指教会。我们不要听法老的声音拦阻你的家来敬拜神。神在宝座，在那荣耀上。当我们举手敬拜他的时候，那个荣耀就像那个光的温度也照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全民来敬拜他。阿们吗？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是的，哈利路亚！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在天堂的敬拜，你会怎么敬拜呢？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弟兄姐妹，都归于你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手举高，都归于神。你的眼睛定焦在天上，如同你看见耶稣基督就在天上，正接受你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阿们。圣洁荣耀，圣洁荣耀，哈利路，哈利路亚。圣洁荣耀尊贵仰望他，能力都归于你。我们掌声，谢谢主，荣耀归于他，荣耀归给你，你是配得的，哈利路亚。我们正在操练天堂的敬拜，就是这样子。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的敬拜真是美丽。”你的敬拜真是美丽。哈利路亚！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3章，让我们从第17节
攻读到第22节，让我们一起来攻读。法老放百姓走的时候，非利士人之地的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战争就后悔，转回埃及去。法老放百姓走的时候，非利士之地的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战争就后悔，转回埃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走，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郑重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起带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走，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震动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这里一起带上去。耶和华走在他们前面，日间用云柱引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面前。圣经攻读到此，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请本堂主任牧师周信荣牧师来证道，他的题目是云柱和火柱。我在上来的时候跟圣灵说：“上去喽，一起上喽！”阿们。感谢主哈，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包括你家吗？包括你家吗？阿们。是的，我们确信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非常的爱我们，因为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云柱跟火柱，这是跟你有关系的。你跟隔壁说，跟你有关系哦，来。阿们。对的，跟我们有关系哈。上个礼拜，你有经历有出入的人生的举手一下。上个礼拜哦，你有经历有出入的人生的举手一下。OK， 感谢主哈。好，先放下哈。为什么牧师问这个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探讨以色列人怎么样被神所喜悦，然后祝福，主动的引导他们要出埃及，对不对？那出埃及原来的意思就是出路嘛，哈。那我就说我们要有可以享有出路的人生的。这个礼拜你在你的生活担子上，或者你在家庭上，或者是你的经济上、健康上，有发现上个礼拜有出路的，我要说的是真实的哦，是有经历神开了一条路，不管是大路小路，总是有路，对不对？那你这个礼拜真的有经历到这样，神为你在这个小困难当中给你开路了，给你开一门窗了，让你去经历他的同在的，举手一下。阿们。感谢主哈。好，放下。我们都是实践神话语、经历神话语的基督徒，太棒了哈！这是我们确信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推的2年1次的读经，有没有继续在手抄呢？有哈，牧师有给大家看啊，这个是上个礼拜的，有没有？哇，真的，我们一起来，我们都能够一起走出埃及的，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大家继续来努力。好，那这个礼拜牧师就大略的跟我们来聊，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旧约前五卷书里面，我们说那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加生命记，对不对？这个
统称在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哈。那 Torah 的意思是什么呢？ Torah 的意思其实有好几个可以解释，意思就是说有教导的意思，有吩咐，也有律法，也有说正中红心，在这个字义上有这么多的可以解释的哈。但是用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只有在箴言的时候才把 Torah 翻译成教导或者吩咐，但其他的书卷呢，都把它翻译成律法哈，很特别哦。那其实如果以此来看，摩西所写的 Torah 其实可以告诉我们，是在教导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谁呢？是出埃及出来的这一群为奴的以色列人，教导他们什么？教导他们一个将来神要转换他们的身份，成为神国的百姓。这个需不需要教导？这个需要的，好，这个需要。如果很简单的，如果你你申请了美国的绿卡，你可能有6年、7年、10年以上住在那里，你就要申请他们的绿卡。他要不要知道说你有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要哦。他会知道你的语言能力怎么样，你不行的话，他会给你补习，让你能够在语言上比较可以 OK 一点。然后他会告诉你，在美国的律法上，在生活上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他要让你知道，然后你才能够真的拿到这个绿卡，在那里生活。一样的，以色列人他们430年来都是成为奴隶，所以神为了爱他们，主动的要拯救他们，所以也教导他们哦。所以透过摩西把神所说的一切记录下来，就成为我们看见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申命记。而这5卷书主要的主轴的中心点，就是牧师写的，就是创世纪就是谈到起初，出埃及记谈到神的救赎，利未记谈到敬拜，民数记谈到漂流，然后申命记谈到更新。好，所以这5大主题，以后我们继续读的时候，你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原来摩西5经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进行的哈。OK， 所以呢，我们从出埃及记读第1章到第18章，今天读到第几章了？13章，对不对？好，就是牧师今天取的经文的第13章1到18章是谈到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脱离为奴之地。然后第19章到40章是谈到神带领他们到西乃山的时候，跟他们教导他们一个属天国的生活跟信仰的一种模式，是他们必须要学习的。所以感谢主哦，我们这个礼拜我们还继续在出埃及哦，然后呢，下个礼拜我们就到西乃山了。你跟隔壁说，我们下礼拜西乃山见。因为我们下个礼拜6就读到他们已经走到西乃山了哈。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跟着教会的读经的计划这样走，对我们的信仰跟生活真的是很棒的哈。让我们能够一起往前再推进，在信仰上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更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阿们。哦，你说跟着读圣经就在地如在天来。对，并且我们可以因此可以知道，我们是享有自由敬拜跟喜乐的生活的一群基督徒。阿们。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哈。好，从这段经文里面，牧师第一个要提出来的，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神，他是体恤百姓软弱的上帝哦，很特别的哈。我们看圣经记载，在这个我们读的经文的上文中有提到，有新的法老。上礼拜有说新的法老，对不对？本族的法老起来了，所以看见这些外族的以色列人这么昌盛，他看不过去哦。
而新的法老又上来的时候啊，以色列人本想说，这个新的法老起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的，但是没想到，哇，这个法老更残暴哦。说他用3个方式，不但强迫以色列人要做苦工以外，他们还命令希伯来人的收生婆啊，就是什么我们说的什么接生婆，接生婆要怎么样？如果是希伯来人生的男丁啊、男孩子啊，就要想办法把他掐死、勒死，把他丢死，反正就是死就这，不管是丢马桶、丢垃圾桶、丢水沟都一样，反正就是一定要把它处理完。好，而这样事情，我们看神怜悯啊，这个收生婆怎么样？神感动他不该做这样的事，而神最后也祝福他，对不对？当然他对法老也有交代啊，因为这个希伯来人太厉害了，我们还没到他就生出来了，哇！谁料加更加孙哦，都不用他们自己几代捡了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要帮他，然后想办法把他都没办法对，第3个他的策略就是怎么样？他就命令以色列人，埃及人，如果你看到那个很可爱的、刚刚会跑步的那个小孩，但是一口的希伯来文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撞死他、踢死他、掐死他、丢水沟，丢河里，就是这么的残忍，你知道吗？但圣经记载啊，以色列人面对这么残酷的事实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回想到他们列祖的神？还没有呢。但是很特别神主动的观察，看见他所拣选的、他所立约的这一些后代，就是以色列人，他就主动要来拯救。所以神纪念他们与列祖的所立的约，所以就拣选摩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礼拜有读到这里了，就知道来执行拣选摩西一个人来执行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所以神使用了10个灾害，那很特别。我们这个神是不是就是这样吗？对，看不起法老啦、埃及人啊，故意让他们这样受灾害，好像读起来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好像上帝要执行刑法之前，都会先预告呢，有没有？上帝告诉谁？摩西，你去告诉法老，明天我要下冰雹啊，让河流成血河啊，要做什么？有没有蝗虫啊等等这一些的灾害，都有先预告很特别但是只是法老怎么样？不愿意听耶和华上帝的，所以隔天神就对摩西说：“举起你的神的杖来，一笔灾难就下来。”有没有？神有预告呢，很特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并且我发现神是从哪里开始刑罚？从土地刑罚。那接下来对牲畜刑罚，有没有？然后牲畜、土地刑罚，后来对人、牲畜、土地都刑罚。到第9个，我们就看见最后一个，我们就看见神真的要释放他的百姓，所以就把埃及人所有的投生的，包括人、包括牲畜，都要灭绝掉，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来分别为圣，并且非常清楚地告诉摩西，要把这一件事情非常清楚地记载下来。神怎么样规定，你就记载，并且要教导、要传承，让你们的后代世世代代都要守节，来纪念耶和华上帝是拯救你们出埃及的上帝。阿们。我们就感谢神。永光教会有没有好好记录历史？有的。最初本的就是从我们的周报，我们任何的教会的消息都会记载，对不对？
而在我们的和会也会记载的详细。这牧师我自己也在整个的服事上，我都有记录重要的事情、感恩的事情、神做的作为，称为神迹的，我都详细的记录。阿们。包括昨天我领受在生命更新营所领受的意象，昨天晚上我就把它记录起来，因为这是神给的，一定有神的时间、神的作为，我一定要把它记录起来。所以教会，我们永光教会有跟我们的小组长铁三角说，对不对？有跟我们弟兄姐妹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神拿一个时刻帮助你，即便是小事情，但是你感动的说，这是神做的，不是我。如果我没有想到，哇，这是神祝福的，所以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阿们。记录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常会是忘记的，我们比较容易忘掉，好的比较容易忘掉，不好的比较怎么样？忘不掉啊，这是人的缺点啊。我告诉各位，牧师刚好跟你们相反，我是坏的很容易就忘掉，好的我会记起来，那好不好？这是一件很棒的事啊！而且你看，当你有记录起来的时候，你时时刻刻想到翻一下，你会看见哇，神与你同在，神的引导是时时刻刻的。你在面对再难的困境的时候，你依然可以相信他一定为你开路，因为你的人生是有出路的人生。阿们。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见的哈。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这样。法老经历了这10灾后以后，他容许百姓去的时候，圣经记载，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但是神不领他们从那里去，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哇！神好不容易想把以色列人带出为奴之地，最近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是直接从非利士的地沿海因为那个海叫做非利士海，沿海走过去。为什么呢？神知道说，这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如果遇到非利士人要攻击他们，他们就吓跑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候的非利士人是他们的最专长是当海盗。对，所以那个海叫做非利士海。哇，他们船只出去，只要看到不是他们国家的，他们就抢。所以他们是骁勇善战的一个民族。所以神知道，这以色列人这个时刻如果遇到非利士人要攻打他们，他们一定直接就退缩跑回去，宁可当埃及的奴隶。这是上帝知道的那很特别的。我们看，虽然他们是200万，但是他们是惜家带眷的，因为他们的壮丁只有60万。而且过去是当奴隶的，没有接受军事训练过，所以神体贴他们的软弱，很特别这是神体贴所以神就带领百姓绕道而行，往南走旷野红海的道路所以牧师给你们大家来看这个路径，这个地图就会清楚知道。最左上那里有三条箭头的上面就是歌山，对不对？然后他们从南塞，然后到苏哥这里出发，对不对？照理讲，他们在歌山直接往北西走，对不对？北西吗？北东走，对不对？应该就可以直接到迦南地对不对？但是神知道他们到非利士海非利士的这一条路，他们会退缩的，所以往南往下而走。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要过红海，然后一直走到最底下就是西乃山，有没有？下个礼拜我们会在西乃山相遇。就是在这里下礼拜6我们会读到他们到西乃山，然后再往上走，然后在那里绕啊，有没有？然后再经过约旦河东，然后再
往加利利上去，往那死海，那是死海上去，有没有？然后在最后从耶利哥过去，有没有？就是从约旦河东再往西走到耶利哥的地方，耶利哥的那个地方就是在迦南地了。然后这一趟路走了多久？40年40年。所以这是出埃及的道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能够体会，神总能够体会你的软弱。阿们。跟隔壁说，神总能体会你的软弱。来，是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因为他深知我们的本质，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阿们。对，你不要以为你就是自己当神了，你什么都会。不，我们真的是有软弱的时刻，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遇到哪一个点，踩到哪一个红点，让你会爆炸了，那个是你的软弱。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并且你也应该知道，不管任何的事情跟人有冲突的时候，你也应该学习我们的神，知道对方也有他的软弱。如果你能够体恤他当时候的情境，同理他的时候，我相信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不管是亲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或者弟兄姐妹、教会的关系，都一样。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我们如果能够更体会别人的软弱的时候，那是神喜悦的，并且神要提升你，神也必要祝福你。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一般在社会上不会说，不会这样。是我就是超厉害，不是不要弄，你要给我面子，对不对？你要给我们，你要听我的。不，在教会里面，神不是教导我们这样。我们看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因着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因为神体会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本是尘土，所以即便我们是带着伤、带着罪，我们依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有一切的过患。好，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看有一个例子，保罗跟希拉，神感动他们去到腓立比去传福音，神给他们大能，让保罗所见证的基督许许多多人很感动，并且行了神迹奇事，很多人就跟随他。但是他还是有人怎么样看他看不过去，因为他挡人的财路，所以就诬告他，然后叫官府的人把他抓起来下到监里。哇！保罗跟希拉不会因为这样受苦被鞭打就哀苦，没有，他们反而怎么样为基督的福音受苦而喜乐呢？哇，很特别然后他们就在那个监狱里面牢里从早上到晚上都唱歌敬拜神。圣经记载说，所有的这些监牢的人跟狱主都怎么样静静的听晚上的他们还可以唱诗歌敬拜神我们住大楼，到晚上10点我们都要怎么样？一切都要安静，对不对？不能干扰到别人，不然的话电话就打上来了。对，我就想说，只有2个方式。第一个，可能他们2个唱歌唱很好听，而且是男生2重唱，当作在开演唱会，所以大家很期待继续uncle 再唱，对不对？若不然的话，就是第2个，他们带出了一个喜乐，并且有一种感染力、影响力。他们的喜乐让这些人看得目瞪口呆，觉得这是何等人？是超人吗？是不是？就是这2个。所以我们感谢神，但是神因着他们这样子有美好的见证，神
做了神奇奇事，叫天使震动大地，有没有？他们的所有的这些什么锁链都松开了，对不对？如果一般人的话，就会想说：“哎，走，赶快离开这里，对不对？”但是他们是这样吗？很特别哦。保罗跟希拉他们不是关心自己的安危呢，反而是他们体恤到狱卒的怎么样软弱，因为他们知道罗马的政府有规定哦，如果你当狱卒的犯人逃跑的话，所有的罪都算你的肩头上。他知道，所以他直接喊着说：“怎么样？不要自杀，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哎，保罗是何等人物啊！其他的人不是会跑掉吗？哎，因为保罗真的是有影响力，他唱歌太好听了，我不晓得哈，哎，很吸引人的，因为神的能力护庇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他不仅救了狱卒一个人哦，让他们狱卒的全家都能够皈依在基督的名下，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他体恤了人的软弱，就像基督体恤我们的软弱一般的，太棒了！所以神中心的工人遵行神的话语，体恤人的需要，一定能够带出福音的大能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你我都有带着这种使命哦，我们要多的体恤人，帮助别人，能够让他们去经历我们所信奉的神。感谢主，体恤人就是尊荣人的行动。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体恤人就是尊荣人的行动。阿们。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哦，很特别的，耶和华说，在还没有救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训练他们之前呐，耶和华上帝就对亚伦跟摩西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里领出来。哎，他们不是奴隶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会成为军队吗？就很奇怪，对不对？但是这是神的计划，很特别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在我们读的第12章的中间那里，他们就有这样记载说，我们一起读来，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12章40到41节，哎，他们不是奴隶吗？但是神称呼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哇，这是神怎么样？神先预告，神先预言，他们将来就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神现在看着他们出来，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你的环境、你的条件不是人所羡慕的，没有关系。神已经先为他的百姓预告了，你我都要成为神所丰盛祝福的百姓。那你接受不接受？阿们。你我都要成福音的大军队，你接受不接受？阿们。这是神早看见了，神先预言，叫百姓们能够知道。所以你看，摩西跟亚伦听到上帝这样宣告，他们的百姓这些为奴的，将来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他就知道怎么带领他们了，对不对？他就不会把他们当作是奴隶咯，不是的，因为神宣告耶和华的军队就是这一群人。那我们感谢主，这是神对以色列的计划，就是要让他们经历怎么样？麻雀变凤凰，对不对？太棒了哈！你说我是麻雀没关系，我明天就变凤凰了，不然你要怎么样？对，神可以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一趟出埃及到应许之地是一条蜕变的道路哦。好，而且在旷野之路是以色列人跟上帝最亲密的，我们认定是一个跟神的蜜月之旅啊！阿们。所以你现在还在旷野吗？
你还有旷野要走过吗？如果你在你的家庭不管是关系、经济、工作、健康等等的，还在旷野当中，你要相信这是跟神最亲密的时刻，因为你会看见你的软弱、你的不足，会发现你真的不能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紧抓住神。阿们。这是旷野之路，没关系，因为神应许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日间耶和华在云中领他们路，夜间有火柱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呢。太棒了！旷野的路好走吗？不容易哦。但是云柱跟火柱所预表的就是神的光照，神庇护我们，神保护我们，神要引领我们，这理所当然的。所以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走神的路就有云柱跟火柱保护。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走神的路，有云柱火柱保护。那到底谁在指挥这一群耶和华的军队？齐行，好，停，好，速度快一点，来慢一点，是谁在指挥呢？到底是谁在指挥？你觉得是摩西吗？上帝拣选摩西啊，当然他是指挥官啊，不是吗？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啊，说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行往前；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哦，直到云彩收上去。这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按着谁？按着怎么样来前行停止呢？按着云彩跟火柱哦。哇，那很棒。那云彩火柱是谁给的？是神，当然就是神亲自在引导咯。那你可以想象吗？如果这一群人出来，有的人说要忝死，可以多睡一晚可以吗？多睡1个小时可以吗？云柱在走了，说没关系，就让他走啊，你们走要自己走，我后面跟上就好。你觉得会怎么样？如果白天45度以上，55度哦，会怎么样？越来越怎么样？对，就烧焦了，然后就心脏就暂停了，就停得永永远远的。如果是晚上呢？因为在沙漠没有办法保温哦，所以晚上可能温度非常的很快的巨降哦，甚至有时候白天可能是55度、60度，到晚上2、3点深夜的时候，可能会降到不到1度，甚至是0度哦。这个沙漠型的气候是这样，如果你不愿意跟的话，那你后果自己设想吧。你后果你就直接埋在那里了，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你愿意有过云柱跟火柱的人生吗？对，这是可以的。我们跟隔壁说，我的人生有云柱和火柱。阿们。是的，是的。最后牧师来提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全球最大的网络就是亚马逊，他创办人贝佐斯，他30岁就自己出来创业，他的脑筋变得转动得很快，是很有聪明智慧的人哦。他的创意让他的公司不断的蒸蒸日上他最不以最大跟最赚钱为使命一般人要开公司要开最大的，有没有？要最赚钱的，不哦。他有很多的策略，甚至是赔本生意在做他的同事就觉得老板这样子赔本生意，说没关系，因为他有一个他的信念，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了。It's all about the long term 就是全都为了长期在思考那表示什么？他不是我是不会没有在投资了投机的怎么？那短期的那叫什么？
投机的买股票，如果你长期的话，就是比较长期的投，啊，短线哦，短线操作了，哎，你们不是很多人都在那个吗？怎么会忘了呢？哎，还是假装的不让我知道，其实我大概知道哦。哦，短线的他不做这个东西，而且他很特别的，他有一个信念，在他这一段话里面，我发觉真的是自保哈。他说，许多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过度关心10年后的世界将会如何改变，却未曾思考说10年后依然不变的本质是什么。哎，很特别哦。然后他说，最终能够抓住本质的人，才能更合宜的来应对变动的世界。哎，很多企业家或者是企业理论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很快了，过去20年变一次，对不对？一个世代20年嘛，对不对？现在呢不是哦，世代是过去是5年，现在可能是3年哦。孩子年轻人差2年3年，他们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现在世界的变动很快啊，所以我们赶快学习新的。但是他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去观察、去分析，什么是不变的本质，那才是最重要。因为唯有你抓住这不变的本质，10年后、20年后，你依然能够屹立不摇，因为你的本质是雄厚的。这给我们基督徒可以很好的思考。那很有远见的企业家，他们都是知道本质的重要性哦。所以你看，大企业家他们在定他们的愿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在讲啥听都没，对吧？怎么一杯可乐跟世界和平有关系，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子的，不然你要怎么办？他能够到如今，就是因为他给员工的愿景是长远的，不是短线的。他给人的价值是知道说，这个企业是有想到一个什么长远的计划，有为整个人类跟世界在着想的。就是他找到他的本质哦。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你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你有抓住了没？对基督的信仰的本质又是什么？这是你我的课题，我们要思考。如果你紧抓住它的话，我告诉各位，那神的恩典，你的生命，你的前面的方向，你都依然稳固的。不管世界怎么样变动，都依然稳固的。我们看旷野之路就是这样，不是吗？旷野之路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呢，但是却能经历神的同在。在旷野之路里面，后来有说他们穿的鞋子40年都怎么样？不会破呢？衣服嘞？现在年轻人一定不要的，他们2年就要换，对不对？但我这个年纪的觉得，今年30年了，我那边做，对，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旷野之路，如果你紧抓住神，跟着云柱火柱同行的话，神及时的供应就给我们。即便在沙漠、旷野、无水之地，神也为我们怎么样开江河，对不对？也从石缝里面让我们去支取泉源，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与神同行，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在哪里，就能够来面对这善变的世代，我们脚步就能够稳固，我们可以迎向未来。所以这个信仰是你我所需要的，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有云柱跟火柱，就是恩典之路。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有云柱火柱，这是恩典之路。阿们。对，不管你的现在的境遇怎么样，你只要有云柱火柱，再怎么
热的煎熬，再怎么寒冷的寒冷的疼痛，你都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的。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来，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出埃及记13章22节。再一次来，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出埃及记13章22节。是的，如果我们要来宣读的话，牧师就会宣读说：我宣读，我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我宣告，我这总不离开我的面前。阿们。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跟着主的脚步行。阿们。我一定让他带领，这是理所当然的。阿们。感谢主好，那这时候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神，我们谢谢你，用喜乐的心把我们带到你的跟前来，因为你喜悦我们，即便我们掩面不看你，你依然关注着我们。我们一举一动都在你的眼中，你用你慈爱的手要引导我们，即便要经过旷野之路，你也应许我们必保护我们。主，感谢你，还没出埃及的主啊，你带领他们出埃及；还在旷野漂流的主啊，你引导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因着你的同在同行，带来让我们走上恩典之路。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接下来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与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起立。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坐。接下来事工分享，请潘牧师来主持。弟兄姐妹，大家在这里的聚会，神必将他的智慧跟平安以及健康赏赐在我们当中，阿们。哈利路亚，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那我们来导读今天我们出埃及记的一个经文，好吗？应该很熟了，对不对？日间请来，日间云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是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哈。好，13章22节，云柱跟火柱就如同刚牧师说的，我就在想，摩西带领60万，如果加上他的妇女们，这样将近200万人。如果是我的话，我拿麦克风，200万人听得到吗？哇，那怎么带领他们啦？哇，所以我说神真是好厉害耶！他知道摩西不可能大声，然后用那个大声公，200万人也不晓得该起行还是怎么样，所以以色列人一定是一团乱。所以神就用天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云，然后晚上呢，哇，就用火，这真是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平常我们的日行当中，神他也要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你的生命，阿们。所以不用为前面担忧，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只管来领受，阿们。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好，再来我们的消息当中，我们的周报里面有没有这个母亲的这个邀请卡？好，那这一张呢我们可以来使用，然后呢带回去，来邀请我们的家人或者是你的 best 的朋友。好，那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礼拜呢，我们开始推出了我们的母亲节感恩庆典的幸福飨宴。那我们要给最伟大的母亲尊荣价是300元。好，那我们本来上个礼拜呢我们是一律都500元哈。那现在我们是给母亲的妈妈的你
可以有这个尊荣价是300元。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其他的弟兄，其他的还没有当妈妈的，好，我们就是500元早鸟价哈，在3月31号前。那如果4月1号，那就是要原价了哈。我们的座位有限，所以大家尽快来报名。那也特别给我们儿童牧区有参加亲子礼拜聚会的孩子们跟青少年的学生有在青少年固定在聚会的这些的在学的学生也是以300元来优惠你们好，能够跟妈妈跟爸爸拿钱的时候压力不会那么大。好，所以当然教会就要补助更多，所以我们这一张拿回去来邀请，你可以全家那你们就可以有一桌，然后我们尽量邀请是没有信主的爸爸妈妈，勇敢的邀请他们，或者是你是一个人在这里，你也可以邀请 best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来使用。所以呢，时间是什么时候呢？5月11号，我们所有的礼拜都会拉到这个宴会厅。所以呢这一天呢，我们把时间拨出来，特别这一天，你一定要尊荣你的母亲。本来呢，我们订餐厅都在外面，对不对？那这一天，我们就跟家人说，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是在锦和运动中心的旁边，好，综合运动中心的旁边哈，综合运动中心的旁边，所以就邀请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参与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好，那访韩盛会，访韩盛会呢，我们继续来报名。目前呢，我们有10个人报名。那有一些人呢，他说哇，在那边要公共澡堂，不敢去啊。那我们最新的消息，他们已经有重新有维修了哈，然后也重新有装潢，所以呢，在这个洗澡的事情上面解决了，所以呢，我们就来报名哈。好。那我们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有福气，是他这个原价是39000元，对不对？那我们呢这个行程结束之后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会补助我们1万元，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就是只有29000元哈。那希望我们的弟兄，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弟兄报名，都只有姐妹只有姐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祷告的经验哈。那你也不用担心进食，如果你有进食上身体上的需要，你还是一样可以吃的哈。那很棒的是，我们弟兄姐妹永光教会呢，我们包1辆游览车去，好不好？好，然后呢，最后一天我们会去参观他们的教会，参加几十万人的一个聚会，那会到韩国的他们的景点去游玩哈。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值得我们来报名来参加。所以牧师也邀约我们，如果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想法的，那圣灵就感动你，我们今天就赶快来报名哈。好，再来。好，那信仰奖励金呢，我们等一下来颁发。好，接着。好，那我们呢这个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台湾的所有的基督徒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329下午要在总统府的前面的凯道有一个基督徒的祷告大会。我们过去有没有参加过基督徒的祷告大会？全国的没有。这一次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就是神他要我们基督徒起来祷告，起来祷告，并且是合一的祷告，不分宗派的一起祷告。阿们吗？阿们。这是神要预定给我们台湾的一个祝福。那我们的一个祷告呢是在3月29。那先前呢我们会有禁食的祷告。那禁食的祷告呢，怎么样禁食？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做过，也没有听过。我们的禁食祷告就是你呢每一天有1餐禁食，对你健康一定有帮助，对你减肥也有帮助。哈哈，一天选择1餐来禁食。那一餐你没有吃饭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是到你的安静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所以呢，每一天我们要执行21天，21天完了之后，我们就是329了。所以我们先前一定要先预备起来哈，身体还有我们的灵里都要预备起来。从明天开始禁食祷告，跟旁边人说，从明天开始禁食1餐祷告。是我们要维持29天的禁食祷告，那这个都是你个人在家里面的一个祷告。好，
然后呢，我们在一个礼拜，你要选择一天3餐禁食祷告，一个礼拜有3餐，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为什么样的事情祷告？为台湾祷告，为我们的社会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因此，祷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祷告，是有许多的人为你而祷告，为你的家而祷告，为我们现在所居住这一块土地祷告。是，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到外面来拿这一本，来拿这一本啊，这就是我们这21天的禁食的祷告，禁食祷告手册。那你每一天祷告的时候，你禁食祷告，你会说啊，那我没有内容，这就是你每一天一天一篇，一天一篇，一天一篇。好，所以呢，就像他在这里面，我简单的讲，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这地。阿们吗？神要医治台湾所有这一些的不属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呢，他就会进入到祷告里边。然后呢，他说：“神啊，你对台湾所说的话是信实真实的。你说现在台湾的时刻到了，我们呼求你成就这个应许。”并给予台湾更多的时间，阻止冲突和战争发生。阿们吗？弟兄姐妹，这个冲突跟战争不是那些的总统他们讲了算，我们要跟神说：主啊，你说了才算。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不能够只有坐在教会里面吹冷气，然后在这里唱敬拜赞美的歌，不是。这样不够，我们要再走出去，连接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向神呼求，就像摩西，当他把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把他手里的杖一向天，指向天的时候，神就垂听。阿们。他的手一指向天的时候，神就降下冰雹，就把那个透过东风吹起蝗虫，然后在法老的面前让他知道，我耶和华就是这宇宙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来这样来见证，我们所信的神才是这宇宙之神。阿们。所以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出来，我们一定要出来，现在就开始禁食祷告。所以呢，在后面拿这一本，然后我们每一天也会传电子档案给我们。然后我们的副小组长举手，副小组长，好。我们会传在铁三角群组里边，然后由副小组长每一天一定要记得传给你的组员，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来禁食祷告。阿们吗？阿们。这是神要建造我们成为一个大军队，这个军队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军队啊。好，接下来，好，那更新营的同学呢，等一下我们要楼上吃完用餐完，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更新营会。接下来的礼拜6就是建造营了。如果你已经达到建造营的程度，但是你因为有某一些的拦阻不能够上课的，你要祷告，你要问圣灵说：主啊，我怎么办呢？我要上门徒营，可是我有拦阻，求圣灵为你挪开拦阻，你一定可以上建造营。好，接着，好，再来有西团的练习。好，接着，好，我们的央青啊，央青举手一下，央青有没有在这里？好，央青运动会是不是？好，很棒哦。哎，我们其他人可以参加吗？只有你们嘛？限40个人，这是算什么运动会啊？对不起，我还没有搞清楚。但是，反正他们有运动会，然后呢？加油！哎，你要这个运动会是要做什么？为什么只有40个人？好，那永观的弟兄姐妹去那里做什么？加油，加油！他们应该要比赛什么了哈？好了，为加油加油啊！好，419哈，419运动会。好，现在要开始那个进食，然后让肌肉结实起来，进食肌肉就结实。好 ，OK， 哎，刚刚那个是什么消息？下一个，我们呢3楼要开始厕所这个部分了，然后呢要有一些的维修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可能小组呢聚会就要调整一下。
好，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是幼兰所介绍的林兰。好，幼兰跟林兰真是好记的名字。那林兰，请问，哇，在这边哈，我们非常的欢迎林兰。哎，林兰，你就住在这隔壁啊？是吗？在这隔壁。哦，你住在日本。哦，隔壁就是日本。哦，是。哇，我们非常欢迎幼兰的姐姐特别来到台湾哈，然后来永光教会跟我们一起的聚会敬拜神。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林兰。上帝也保守林兰回日本，你要回去吗？还是都会在这里？哦，好，不管你在台湾在日本，上帝都要看顾你的道路。阿们。请坐。好，感谢主。接下来是方文的朋友佳玉。佳玉在这边哈，哇！佳玉，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一次的欢迎。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非常的欢迎佳玉，也可以在永光教会里边，我们都成为你的家人。上帝祝福你跟你的家人，请坐。好，再来，我们也欢迎千枝姐妹来。千枝呢？在哪里呢？哦，是。感谢主哈，哇！欢迎你们来到永光教会，上帝要大大的赏赐他的丰盛在你们身上。好，再来冠霖，所以冠霖跟千枝你们是姐妹哦，是哇，太棒了！姐妹来到我们永光教会都是很漂亮的姐妹花。好，那我们刚刚呢介绍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起立。那我们的迎宾同工呢，他要来送你们礼物哈，所以呢，请迎宾团队带他们到迎宾教室。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颁发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他们的信仰奖励金，来，请跑到前面来，快速跑。哇，他们呢，在信仰上面，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透过他们自己的学习，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教会里边，当他们把信仰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每一天他们会写属灵日记，然后他们会读圣经，还有他们的学业成绩也很棒，所以呢，他们就可以申请领到教会给他们的奖励金，而这些的奖励金当然都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们奉献来的。然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一些的我们的奉献的金钱呢，用来鼓励这一群的孩子，不仅他们在学校要认真读书，要有未来的方向，并且呢，他们在属灵的事上一定要看重信仰的根基，唯有建立在神的里边，孩子的道路才不会弯曲。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群的小孩，哇，感谢主哈，那我们呢有这些的。那我们有很多孩子，那我们来请一个来代表，然后呢，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呢，就到外面跟我们的慧燕老师来拿哈。OK， 好，来阿童吗？好，来请阿童，好 ，OK， 阿童哈，好，来我们请我们的主任牧师来由阿童来代表，请主任牧师来颁发，好，我们大家热烈的掌声。好，我们一起拍照，来，好，我们一起拍照一下，好，来，我们看前面，好，再一次的热烈掌声，哇，我们这次领到最多的奖金多少钱？4400，哇，第一名的领到4400元。太棒了！你的孩子不要去打工了，来这边好好的写属灵日记，然后呢，好好的在这边聚会，哇，真的是加倍的得着哈！感谢主，上帝大大祝福你们。好 ，OK， 那我们现在就请回座，好，然后你们结束之后再跟慧妍老师拿你们的红包，拿你们的奖励金。
呀，感谢主。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彼此来祝福。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大方的给予我们的爱，爱你，让那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神也要祝福在国内外透过直播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仍然在那，请牧师来祝福祷告。愿上帝日夜用云柱跟火柱引导你们，阿们。保护你们，并赐给你们丰盛的恩典。也愿圣灵的启示叫你们明白他的真理，听懂他的话，天天活在喜乐、平安、恩典之中，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阿门。哇，我们的更新营的同学就挥挥手一下。更新营，等一下他们马上要接着课程，我们给他们掌声。哇，他们是我们的学弟学妹，这一班的年纪最高80，年纪最轻18。哇，神特别恩待这个我们这个团队哈，上帝也祝福你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